不可少的一件。路加福音10章41至42節。主回答他：馬大，馬大，你為許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瑪利亞已經選擇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從他奪去的。主耶穌並冇批評馬大，亦都冇話佢所做嘅許多的事係唔好嘅，但係馬大卻為呢啲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以致將嗰不可少嘅一件丟棄咗啦。喺佢嘅生活中，俾呢啲許多本來亦都係好嘅事佔據咗心頭，卻係將最寶貴嘅一件放咗喺邊緣嗰度。呢樣嘢就係佢愚笨之處啦。海軍司令伯德喺飛行南極探險嘅時候，曾經到咗一處因為空氣稀薄、飛機浮力不足嘅地方，為咗令到飛機升起，佢不得不將許多嘅食物由飛機上邊拋咗落嚟。嗰啲食物本來並唔係壞嘅，亦都係佢所需要嘅，但係為咗要保存性命，喺制止飛機繼續下墜嘅情形之下，佢不得不割愛去拋棄嗰啲食物。我哋嘅生命亦都唔係咁樣咩？為咗好多嘅事情，我哋思慮煩擾，甚至令到我哋嘅生命往下沉，以致有失去生命嘅危險。主耶穌並唔係一定叫我哋將嗰啲東西都拋棄，但係佢卻係強調，我哋絕不可忘卻那不可少嘅一件。呢件唔可以少嘅一件究竟係乜嘢呢？唔係其他嘅嘢，就係生命啦。就係耶穌基督自己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嘅豐盛生命啦。正如主喺馬太福音6章25節所講：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嗎？身體不比衣服重要嗎？我哋應當以信服嘅心去專心尋求佢嘅國同埋佢嘅義。親愛嘅主啊，求你以你嘅靈去幫助我哋，好等我哋有雪亮嘅眼睛睇清楚乜嘢係喺我哋嘅生命之中不可或缺嘅東西，令到我哋能夠得着你要我哋得嘅豐盛生命。阿門。